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越講越有料，每天為你播報最新香港娛樂八卦。63歲嘅一代歌神張學友，原計劃喺上海連開3天演唱會，卻傳出了因為身體唔適突然取消演唱會，引起了很多歌迷嘅閉翳，而且仲有一張微信截圖流出，稱張學友情況嚴重，住進了中山醫院嘅 ICU 病房。唔過很快，中山醫院發聲明闢謠，張學友冇住進佢哋醫院，並唔識得他人喺邊度。而據演唱會發佈嘅公告，張學友因身體唔適，就診後遵醫囑需要靜養，只能取消演出，稍後會公布票務解決方案。3月8日稍晚時，張學友也發文解釋了自己嘅健康情況，稱係因為新冠檢測呈陽性，有腹瀉和肌肉酸軟症狀，需要傍家隔離，希望下周以好嘅狀態再回到舞台跟大家撞面。年過60嘅張學友喺演唱會上呈現嘅表演一直很賣力，但高強度嘅演出也係對身體嘅挑戰。雖然大部分網友都很佩服張學友喺這個年紀還能連唱帶跳2個多小時，這體力稱得上樂壇老母了，但也有少部分聲音諷刺他一把年紀了仲要出嚟捐錢，真係冇咁逆。其實疫情3年裏，張學友無法返工，幾乎零收入，直請給屋企嘅財務狀況帶來了衝擊。他從唔參加音樂綜藝節目，也很少拍戲，如今主要嘅收入來源就靠住售賣演唱會門票。有人統計，從2023年5月開始，張學友已經累積舉辦超過100場60家巡演，都到了退休嘅年紀，還讓自己咁累，唔通真係缺錢了？有媒體爆料，張學友之所以咁賣力開演唱會，係因為老婆羅美薇投資過於激進。2008年，羅美薇因投資美國雷曼兄弟公司，損失了4000多萬港元。2017年，羅美薇又喺外匯市場試身手，賺咗10多個億港元，但隨後新冠疫情席捲全球，他嘅投資又大縮損。2021年，張學友還被曝出以3.6億出售自家位於清水灣嘅一處豪宅，該豪宅購於20多年前，這時售出也讓外界唔免思疑歌神係否急於套現填補妻子投資嘅虧空。雖然張學友和羅美薇感情深厚，但大棚人並唔識得羅美薇其實係一個投資狂人。羅美薇曾經做出嘅一個投資舉動，極大地影響了這2個人嘅財務，甚至可以碎毀掉咗這個家庭。2008年金融危機襲來，張學友一夜之間損失了4000萬港元。為了彌補崩口，張學友唔得唔舉辦瘋狂嘅演唱會來填補這個巨大嘅崩口。然而高強度嘅工作很快消耗了他嘅體力，他甚至突然撲低喺舞台上。唔過為了唔影響演唱會嘅整體效果和賺錢，天王張學友只能裝作若無其事，趕緊站起身繼續唱歌。張學友心裏難受，唔敢說話。面對巨額債務，經紀人見狀，無奈要求他繼續舉辦更多演唱會，唔憂張學友嘅身體狀況。張學友和經紀人陳淑芬也因此產生矛盾。隨後羅美薇再次投資，獲得了數億嘅利潤，他得到了周圍世界嘅讚揚，他嘅自信心成倍增長。然而張學友卻突然將自己價抵得43億嘅別墅掛牌出售，大棚人猜測很可能係因為羅美薇嘅投資再次虧損，淨係羅美薇嘅投資習慣就給張學友帶來了無盡嘅濕滯。但張學友並冇選擇阻止或與他爭拗，而係選擇了包容他。唔過羅美薇應分正視自己嘅盲目投資，唔能只靠道行理性分析市場，穩健發揮至係正道。有專家分析，羅美薇可能患有強迫症，
他嘅盲目投資也係這種心理問題嘅表現。有句話說得好，如果你允許人哋咁樣對待你，嗰個只係你自己嘅錯。羅美薇今天這種唔切實際嘅行為，極有可能係張學友嘅習慣。歌手張學友雖然名氣很大，但其實他也有一些你唔識得嘅辛酸過去。張學友小時候性格好鬼激進反骨，視李小龍為偶像。就喺當其時，他與人子秋，臉頰上留下了一道傷疤。出身貧寒嘅他，高中畢業後才勉強維持生計，但他卻有一個人哋唔敢夢想嘅夢想，成為一名歌手。正如人們所說，機會係留給有諗住嘅人嘅。1983年，張學友卒之有機會第一次登上舞台唱歌，但他明顯未曾諗住好，因為他嘅面懵和肉緊，甚至無法發揮出平時嘅水平。可想而知，張學友被無情淘汰了。不過，這並冇動搖他成為歌手嘅決心。次年，他再次參加全港18區業餘歌唱比賽，卒之獲得冠軍。這為張學友贏得了寶麗金唱碟嘅青睞，並獲得了簽約嘅機會。雖然奪冠係一單令人欣喜嘅事幹，但奪冠後嘅生活也並非順晒。簽約後3個月失業，張學友只得繼續做機票銷售以維持生計。天道酬勤，張學友卒之喺1985年發行了他嘅第一張專輯《Smile》，這張專輯賣出了20萬張，讓他一舉成名。從此，他便風靡全國。然之後，他喺電影《霹靂大喇叭》中首次亮相，雖然戲份唔多，但他已經開始小有名氣了。點知美好嘅時光唔曉持續太久，由於排除開張國榮、譚詠麟等優秀後起之秀，張學友嘅專輯可能唔曉火。第3張專輯發行後銷量直線下降，最少只有2萬張。本以為只係暫時嘅弊啦時期，冇想到張學友卻接連傳來壞聲氣。他自己嘅兄弟患病，為了治病，他花光了所有嘅錢，但這還遠遠唔夠，為了購買更多違禁品，張學友嘅大佬以張學友嘅名義貸款，至今欠下了巨額上百萬。面對這種唔愉快嘅情況，張學友始終冇回過神來，終日借酒澆愁。因為他嘅改變，羅美薇嘅女朋友也和他提出了分手，並表示唯獨佢戒酒了才能復合。喺此期間，張學友深演了代表作《旺角卡門》，並以配角嘅身份表現出色。卒之他獲得了最佳男配角獎，重新獲得了人氣。張學友喺這部電影中也決定戒酒，重新開始。他卒之從抑鬱中走出嚟，重新奪回了歌神嘅地位。雖然張學友嘅人生充滿坎坷，但他和羅美薇卻擁有着令人羨慕嘅愛情。1986年，張學友與羅美薇因主演電影《痴心嘅我》而相識。電影中兩人嘅關係逐漸蔓延到現實生活中。當其時，張學友未曾出名，但梅薇已經係炙手可熱嘅新晉女演員了。佢哋之間嘅關係被外界批評，但張學友表示自己只愛羅美薇。然而，張學友卻有一個難以忍受嘅毛病——劈酒。張學友愛上羅美薇後，事業發展陷入停滯，他決定透過劈酒來逃避現實。羅美薇多次嘗試勸說張學友戒酒，但無濟於事。張學友甚至喺梅艷芳嘅生日聚會上，喝酒唔好聲鬧事後當眾洗脾氣，這導致佢哋之間嘅關係跌入谷底。卒之，羅美薇決定單方面宣布與張學友分手，但他表示如果張學友真個戒酒了，他肯制復合。分手後，張學友努力戒酒，並寫歌表達思念。經過2年嘅追求，他卒之贏回了羅美薇嘅心。兩人喺國外秘密登記結婚，正式步入婚姻殿堂。婚禮結束後，羅美薇就從娛樂圈消失了。
而張學友嘅事業卻至到了巔峰。經歷風風雨雨後，佢哋用10年嘅時間克服種種困難，用真摯嘅感情經歷人生嘅酸甜苦辣，成為娛樂圈嘅經典愛情故仔。張學友參加《痴心嘅我》係他識得羅美薇嘅機會，而他也成為了張學友一生中最重要嘅摯愛。張學友對家庭嘅無私奉獻令人敬佩。然而，幸福嘅婚姻需要雙方平等，相互理解，共同實現夢想。如果你盲目地犧牲自己，你永遠無法至到完美。如何幫家庭和事業之間揾到平衡，這需要大家深入思考。今天嘅節目就到這，我哋下期再見。